来继续来看流行感冒进入到流行期，到农历的过年，恐惊会达到流行的高峰。第三波公费的流感预防射昨开始注入，但是疾管署来分析最近一个月流感病毒的抗原，竟然发现乙型流感的流行株甲疫苗株煞无相符合，也就是讲，这个预防射对乙型的流感无一定有效。也毋过，疾管署也是来强调讲，也是有60%到70%的保护力，咱的民众也是爱赶紧去注预防射。小弟注射确实无一定有效，敢有影？第三波公费流行感冒的射开始注啊，公费对象是开放的，其中50岁到64岁就占一半。今麦所听讲，乙型流行感冒的射效果无遐好。流行的维多利亚株和疫苗株的抗原性其实有一点差距，那也就是表示说血清抗原反应没有那么好。流行感冒开始流行啊，目前以乙型流感 H1N1 上侪占70%，疫苗有充分的保护力。乙型流感占30%，镜头较轻，也毋过伊对象是以囡仔青少年为主，虽然讲效果较无遐好，也毋过疾管署希望大家爱注至少有60-70%的保护力。所谓的0%是指我们在血貂身上去做这个疫苗的抗原性和血貂产生的反应有没有吻合，但是疫苗打在人身上跟打在动物身上本来就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除了我们用动物实验做的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的免疫反应，那也可能会有交叉保护的效果。就是惊讲会发生大流行，尤其有真侪壮年的族群发现讲，人若无爽快，无随去找医生，一拖就可能引起重症的风险。统计到目前为止，也有超过250万剂会使注，估计过年前就会用了，呼吁乡亲赶紧去注射，会使健康过好年。